嘉義市出現一台造型特殊的車，車尾是掛着自製的車牌，講這台車其實是中國製電動的三輪車，風俗稱是老頭樂，但是並無通過台灣的安全檢驗，依法袂當駛就路。大通路真濟車來來去去，數一台青色的轎車，看起來唔是奧多擺，嘛唔是轎車，真濟駕駛經過攏甲賞幾若擺。細台車駛佇咧嘉義市的五鳳南路，除了外形真特別，佮掛一塊非正式的車牌，興發立起。動作真是手，原來伊就是車主。直接跟台灣這邊客戶買，然後讓他一併報關進來。那時候好像規範沒有那麼嚴，等車進來，他還是有進來的。2點一線，基本上並不會特別的去市區。這一台全封閉式的電動車，佇咧中國製造會，因為佇咧當地接口當作是老年人的代步車，佮叫做老頭樂。車內設備差不多齊全，車主佇咧2020年的時候開7萬塊買的。那我們現在微型電動二輪車是屬於2輪車輛，那這輛車應該是。它是屬於3輪的，所以在台灣是沒辦法領牌的。車主講3年前合法報關進口，不過當時相關規範並無明確，車牌是用家己奧多擺車牌，為了方便辨識，並不是挑工貴車。中國製封閉式電動3輪車未通過台灣安全審驗，不得於道路上行駛，最高可處新台幣36000元罰款，當場沒入車輛。一聲車無去遐，還閣扣罰錢。車主雖然真無奈，毋過嘛講會關係配合法規。